来继续来看地方的官员，安尼来回答到议员的质询，实在嘛真无字。云林县无党籍的议员王佑明来质询到民政处的处长张正国，讲这个3百种的美国猪的管制甲进口，敢会因为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有变化呢？想袂到这个处长回讲，已经派马祖去问了，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所以马祖还阁咧隔离。唔知咱的老百姓听到这种的答复，是要哭，也就是要笑。拜登如果当选的话，莱克多巴胺的一个管制跟进口会有产生变化吗？这个不太晓得。拜登的性格我不太晓得。无党籍云林县议员王佑明，议会中质询民政处长张正国有关内地议题，敢会因为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有变化？想到张正国讲伊无了解拜登的性。马祖有过去，但是即马新冠型病毒目前还在隔离当中，所以嘛是要14天。讲马祖有去过美国，不过搁伫咧隔离，互大家听甲起爱笑。唔知民政处长张正国到底是伫咧讲啥？结合时事啦，居家检疫的工作明天是在办理的啦，刚好借由议会在执行当中，刚好做个宣传。民政处长张正国解说，迄个时阵会安尼回答，是为了让民众了解防疫的重要性。议员王佑明嘛讲，议场质询会当较轻松咧，要毋过民众会较想要知影和大众有关的议题。